個女佢會問：你係傷殘就學咩人結婚啊？你結婚學咗學咩人生出嚟受苦啊？你只冇到個痛，就算好多人喺度圍住你，你都係覺得係好孤獨。嗰一刻，我更加要自己獨處，自己沉思，聽下音樂，睇下書，仲有一樣嘢，數算恩典。我感恩我有間屋，我感恩我有個女，我感恩我仲有聆聽嘅耳朵，我感恩我女願意同我發洩，成為佢一個聆聽者。當你唔開心嘅時候，當你想發脾氣嘅時候，嘗試下停一停，靜一靜，數下你今日幾多個值得你感恩嘅。我曾經何時覺得我好 lonely， 我成為人嘅陪伴者。我覺得原來呢個世界好多人就需要英娜。我點解會成日上祖國？我覺得我需要祖國嘅同胞，祖國同胞都需要我。我點解成日去老人院探訪？我覺得英娜需要長者佢嘅鼓舞。長者需要英蘭嘅擁抱。